Aku cucu interview. Oke, Cece, totis view 姐姐你好， banyak 姐姐 senyum. 你好，hello Hello， hello，你介紹下自己先，介紹一下自己。我叫 Paulina Kristanti，我今年37歲。我而家會報，我識主育，我有一個女，同一個仔。我識主送中國書。好，你之前有冇嚟過香港工作啊？你之前有冇嚟香港工作做嘢啊4個月。聽唔到。4年10個月。哦，4年7個月，好。10個月。好。你屋企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小朋友。係。我一個女，同一個仔。係。咁你嚟香港工作，邊個照顧小朋友啊？我個媽媽，我個爸爸，同我個老公啊，冇問題，全部有好多人啊。好，老闆屋企有3個人，3個，一個公公，一個婆婆，都係80歲嘅，同埋老闆，係啦。咁你主要就照顧公公同婆婆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啊。婆婆要幫佢沖涼得唔得？得。同埋婆婆要坐輪椅，要幫佢推輪椅得唔得？得啦。係，廣東話溝通冇問題係咪？識少少。我識少少啊。識少少 OK 㗎啦。咁識唔識得煮飯？識。識得煮咩餸啊？燜雞、煎魚、煎豬嘴、potong、關東我識啊。我老闆鍾意食飯屋企。好。如果佢冇獨立房間俾你，佢會間一個位置俾你，冇獨立房間得唔得？冇自己房得唔得？冇自己房冇問題。冇問題，好。你諗住嚟香港工作幾耐啊？想做幾耐啊？今次嚟香港要做幾耐啊？咩啊？你今次嚟香港想做幾耐？4年6年冇問題。4年6年得唔得？得。好。另外，如果放假嗰度可能放唔到星期日，僱主安排俾你放其他日子得唔得？假期放假，你同僱主去安排，大家配合。可能唔可以可能次次都唔。假期同僱主去，大家配合，可能唔會次次都星期日嘅，有冇問題？我中意放假禮拜啊，我假期冇放假冇問題啊。冇問題，佢俾翻錢你都得係咪？得。係，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紋身喺邊個位置啊？有2個紋身係咪？係啊。喺邊度？香港。唔係，喺邊度紋身？紋身邊個位置？呢度一個，仲有一個咧？OK， 2個小紋身 OK。使唔使食藥？有冇唔舒服嗰啲？使唔使食藥？咩啊？你使唔使食藥？有冇唔舒服？使唔使睇醫生？有冇唔舒服？睇醫生。你有冇唔舒服食藥嗰啲？咩啊，姐姐？你有冇唔舒服啊？有冇成日唔舒服要食藥啊？Kamu ada sakit enggak sehingga kamu harus minum obat yang rutin kayak jantung, paru-paru kayak gitu? 冇。好。你使唔使包頭㗎？使唔使包頭？唔使。使唔使拜拜？唔使。唔使，好。你可以食豬肉㗎係咪？可以食豬肉，好。返工時候唔准玩手機得唔得？唔好玩手提電話，唔好玩手機得唔得？得啊。得，可以，好。咁另外使唔使戴眼鏡嗰啲？眼鏡使唔使戴？眼鏡。得。眼鏡要唔要戴？使唔使戴眼鏡？
我做嘢唔使眼，唔使。做嘢唔使眼鏡好，主要照顧公公婆婆冇問題係咪？冇問題啊。好，咁我幫你通知老闆，老闆再睇一睇你 O 唔 OK，我哋再聯絡你好冇？